位嘉賓、校長、老師、家長、同學，大家好！我哋嚟自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廚餘機重度依賴呢個設計方案。我哋設計咗一個話劇呈現我哋嘅諗法，請大家欣賞。我唔食啦，但係你仲有成盒飯未食喎。我都唔想食啦，抌咗算啦。我都係啊。同學攞起飯掉落飯箱，造成浪費。嗰位同學，你咁樣好浪費喎。李校長我都唔想啊，但我真係食唔落啦。我都係啊，我都諗唔到方法。我都係啊。當大家不知所措的時候，有一名聰明的同學拍住台企起身話：我諗到啦，我哋可以將呢啲廚餘回收㗎嘛，又唔使做大西鬼，又可以幫地球嘅環保盡一分力。但係我哋只係一個小學生，真係做得到咩？我哋發現同學會喺午膳時間造成廚餘浪費。我哋希望可以為環保出力，所以我哋就諗咗呢個方案嚟解決呢個問題。我哋這個方案分咗多個步驟。第一，我哋會喺6號仔換取3個廚餘箱，之後放喺5年班幾個班房裏面。跟住我哋會每日收集廚餘，跟住運到學校附近嘅6號仔換積分同埋儲積分。不過我哋呢組唔會中飽私囊，去用積分去換自己想要嘅物品。相反，我哋會用積分去換大米、廁紙同食油等嘅資源。最後，我哋發現社區裏邊有一啲獨居的長者，我哋會將呢啲生活嘅必需品送俾佢哋。但是我們發現呢個方案中都有啲問題，所以想請教各位專家和裁判的指導。第一，我們發現廚餘箱唔夠大；第二，如果我們用太大的廚餘箱，我們都運輸唔到6號仔。呢個就係我哋廚餘機重度依賴的設計方案。多謝大家。唔該晒林炳炎廚餘有限公司呢一隊嘅同學仔們嘅，咁相信呢一隊大家都聽到係講關於一啲廚餘啦，甚至乎係同學仔響午飯嘅食飯盒嘅時候都可能造成一啲浪費，所以相信大家都係 come up 咗呢一個 idea 嘅。唔知道台下們嘅嘉賓們有冇啲乜嘢意見或者支持俾或者鼓勵俾翻呢班同學仔呢？好。首先咧，我好想即係俾掌聲呢組咧，就係對比咁多組嘅方案裏邊咧，你哋好識借助社區有嘅資源。我哋去解決問題嘅時候咧，除咗自己解決之外咧，可能要揾下坊間邊啲機構已經係做得好好，只不過未有人充分使用佢，或者喺個案問題上高咧，未有人試過用呢啲機構去幫手解決。咁起碼你聯繫到社區唔同嘅機構，同埋我更加欣賞咧就係你將佢再分配翻啲資源，就係俾區內有需要嘅長者。即係呢個係做得好好嘅，即係你既有嗰啲資源攞翻嚟啦，但我再分配出去俾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咁成個構思呢點係做得好。不過我有2個問題都想請問你哋，就係第一，我哋想減低嗰個即係廚餘啦。有冇諗過除咗回收廚餘之外，喺飯餸裏邊整得好食啲，等啲同學肯食多啲？呢個係第一嘅。第二咧就係你哋咁好咧，就會即係儲低啲禮物，或者啲日常起居嘅用品咧，送俾長者。你驚唔驚吸引更加多嘅同學仔唔食啲飯俾你傳出去啊？即係帶嚟一個逆向嘅狀態，就係咦，我好似幫到多啲人喎，咁不如都唔食啦呢碟飯咁樣。驚唔驚呢個狀態？你哋試下回應下。有啲驚。咁你哋會點做啊？會鼓勵一下同學食多啲飯菜。
我諗你哋喺裏邊咧都要加啲元素，就係第一點令到啲飯菜可能好食啲，啱大家味道，減少源頭製造廢物呢個第一個狀態。但係第二咧就係既話大家做緊善事之餘咧，都叫大家盡量食多啲呢個珍惜食物都係重要嘅。咁睇下你哋日後點做啦。至於運輸或者其他安排咧，我相信翻去再同老師傾下，應該好簡單解決到嘅。咁你哋繼續加油啊 ！OK， 好。好，唔該晒 CA 嘅意見同埋支持嘅，咁大家再一次俾熱烈嘅掌聲呢一隊隊伍。